嗱，喺香港一定要食鳳爪，因為香港特別嘅鳳爪呢佢幾入味啊！呢啲食鳳爪一定成個嘢入去口，跟住再骨頭出嚟，有成幾乾淨嘅樣 ，delicious。嗱呢個鹹水角 ，that means salty water corner 皮蛋這個米味道很好。香港食鹹炒底都係半價喎，見到咁多嘢就係蝦餃、燒賣嚟啦，6樣。Guess how much？ 300蚊港幣，要唔要？哇，223 ，good deal，$30 American for everything。Amazing。哇！喺銅鑼灣香港食點心又平又靚，30幾蚊美金。你喺美國麥當勞都唔得㗎喎，係咪？呢間你知道好食，因為入邊都係老人家識食嘅人，下午茶。